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hainAI 香港區、澳門區嘅業務總監陳振東。其實大家都感覺到世界已經變咗，而我哋嘅客戶亦都一樣咁變緊。而家 AI 重新塑造緊企業嘅運作模式，但係同一時間亦都帶嚟前所未有嘅風險。如果我哋想繼續喺呢個行業上邊繼續前行嘅話，其實唔單止產品要改變，我哋個安全策略甚至品牌定位都一定要進化。ChainAI 就係喺呢個時候應運而生。我哋個目標好清晰，就係主導 AI 嘅市場，亦都喺從前嘅防禦手法變成今日主動掌握風險。以前大家都覺得我哋係一間傳統可靠嘅資安公司，而家我哋已經進化成為 AI security 嘅領導者。ChainAI 會更加主動、更加前瞻，亦都更加有遠景。但係有一樣嘢我哋係唔會變嘅，我哋始終都係一間網絡安全公司，只不過我哋會行前多一步，帶領企業正式進入 AI 嘅時代。呢個就係 ChainAI 最核心嘅理念。ChainAI 有一個好重要嘅優勢，我哋擁有其他人冇嘅數據同埋經驗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可以幫助企業繪畫一張完整嘅地圖，包括用戶喺邊度登入過啦，點樣進入系統啦，去過邊啲地方啦。透過 AI，我哋可以做資訊保安嘅診斷，例如邊個最容易攻擊嘅位置啦，邊個地方容易而又未受過攻擊啦。仲有啲老舊嘅系統，我哋應該點樣去保護？邊度係黑客最好嘅攻擊入口咧？邊度有弱點，但係被攻擊率低？邊度設備過於老舊？點樣保護呢啲無法更新軟件嘅舊設備？需要用獨特嘅手法。呢啲就係 ChainAI 擁有嘅獨特資產。另外，我哋仲會用 AI 去模擬黑客嘅攻擊，測試系統嘅弱點，再訓練防禦策略，形成一個自我學習嘅循環，幫助企業持續進步。ChainAI 有一個概念，就係用 AI 對抗 AI， 用魔法對抗魔法，做到預測、即時偵測、自動防禦。我哋會收集數據，用戶端、伺服器、雲端、網絡流量同埋全球威脅情報數據，再用 AI 去分析，睇下有冇異常。之後系統就會自動做出反應，例如封鎖可疑嘅行為、隔離設備、發出警報。舉個簡單嘅例子，而家黑客會用 AI 去寫釣魚嘅 email， 甚至假扮 CEO 要求匯款。ChainAI 喺呢個時候就會分析語氣、語言嘅模式，甚至登入嘅行為。如果發現有可疑，就會即時標示為高風險郵件，大大減低被欺騙嘅機會。未來 ChainAI 唔只係一個防毒偵測工具，而係企業資訊保安大腦。未來 ChainAI 可以幫助到嘅，第一，減少人手；第二，防禦 AI 攻擊；第三，提前預測風險，唔係再做事後嘅補救；第四，保護雲端同埋 AI 嘅系統。我哋會由偵測再進一步做真正嘅自動防禦，包括自動判斷攻擊、自動修補漏洞、自動隔離系統。而家黑客用生成式嘅 AI 變得更聰明更快，所以我哋會利用 AI 做攻防演練，預測攻擊路徑，主動堵塞漏洞，再加上 Zero Trust 嘅架構，可以防止外部嘅攻擊，亦都減低內部嘅風險。總括嚟講，未來我哋唔單止保護 IT， 而係保護緊 AI 本身。呢個就係 ChainAI 嘅方向。